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咱市民心声节目呢，甲咱所有的市民乡亲，做伙要来关心2018年在咱市长甲市议员的选举哦。所以呢，咱伫个进前已经邀请到6位呢民进党籍的参选人，也有1位不党籍的参选人哦，这是要参选市长的部分，甲因访问过啊。那么后续呢，咱嘛有访问过呢，要来参选到北区甲中西区的新人议员参选人。今仔日呢，咱就要针对着安平区甲南区哦，邀请到3位呢，嘛是新人的议员参选人到节目当中来发表因的政见抱负吼，讲因有甚物款的理念，互咱的市民朋友好好来认识伊。那么呢，到时阵你要支持甚物人吼，要投票甚物人，你有一个谱。可咱即摆呢，就来介绍今3位到咱节目现场的来宾。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参选人郑光哲。多谢主持人。台南市民，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郑光哲。好，欢迎。好，那继续呢，为大家介绍这位参选人是林世杰，欢迎。主持人，还有咱2位可敬的对手，迄个参选人吼，志文兄、关泽兄，甲咱观众朋友，大家好。是非常欢迎。好，咱后一位吼介绍的是参选人林志文，欢迎。主持人所有咱市民心声，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志文，大家好。好，非常欢迎3位吼到咱节目的现场。那么呢，当然吼，这届呢要来参选到这个安平区吼，也有咱这个南区的候选人，不只是这几位吼，咱第一波先邀请到这3位吼，大家来认识因吼。好，咱咧知影讲呢，这个新人吼要来参政，上界重要就是拍开家己的知名度。那么呢，咱即马的吼要互因来自我介绍一下，互大家来认识讲，因家己本身吼，因的学经历是安怎，家己的政治理念是安怎哦。咱首先就邀请郑光哲来，光哲请。真欢喜会当来参加咱南区安平区民进党的市议员的初选。我是政治大学行政管理的硕士，我过去伫台南读咱台科大，我读远东工专，读大成国中，读新兴国小，所以我是土生土长伫南区长大的。本身我是现任的台南市民进党的评议委员。评议委员，搁市民代表，好。那我即马担任的工作，就是民报，这个网络报纸，媒体咱的网络报纸，民报是咱的创办人是陈永新医师，咱的人权医师所主办的。我是大台南的服务处的联络的主任。我本身我伫立法院过去做过12档的国会助理。我有真好的行政的经验，我有立法、预算种种，过去拢我嘛捌去过台北市议会做过4档的工会的助理，所以这届我来参加咱的这届民进党的这个议员初选，我有养成我家己足好的这个经验，有上好的行政的理念，要落来为咱的这个。咱的台南市民来服务，多谢。好，非常欢迎你。好，咱接下来嘛来听看哈，咱世杰，你是不是跟自我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说，你是很不简单，台南市商业会的理事长嘛，对不对？来。我来自单亲的家庭。是。我出世就无老爸。国小的时阵，我家前还是当年救济的对象。15岁我就出社会，因为家庭的因素吼，咱嘛读无足悬。而我30几岁的时阵，咱感觉这个读册非常重要，所以我充实课本吼。我目前已经完成2技的这个学业。我厝内有老母，有阮某，还有一对孙女。阮查囝目前伫咱英国纽克逊吼，咧攻读这个硕士。因为过去咱因为家庭的因素，所以咱册读无悬。而囡仔要读册的时阵，咱全力来甲栽培。我搁一个细汉后生，目前是国中的。我从事的是水产买卖，我嘛有做餐厅。我因为水产买卖因故，所以我目前是伫安平渔港，咱渔渔工会理事长。嘛因为我从事水产买卖，所以我嘛是咱区渔会代表。而顶届咱区渔会推派我去全国渔会担任理事，再来由全国渔会来委派我去台北水产公司。来担任这个监察人，我嘛是咱台南市商业会理事长。长期以来，咱拢伫渔港咧拍拼咧发展，
所以咱会当讲鱼港是上该搭建咱即个基站的。商业会是由118个工会来所组成的一个商业团体。咱伫理事长的任内，咱行遍了每一个工会，所以我会当讲是各行各业因的需求甲心声，我会当比任何一个人较清楚。这次要来参选到咱南区、安平区民进党市员的初选，咱参选的理由真简单，咱希望讲咱进入到政府的体制，实实在在将咱基层的声音甲心声反映予咱的政府部门知影，来实实在在为咱这个选区、为我的家乡来奉献着我一己之力。以上，感谢。哇，我刚才知道说，那个世杰他是因为之前家境的问题，所以他自己说自己书读不高，但是后面他认为说教育非常重要，所以又重拾课本，这很不简单哦。因为你说隔了一段时间没有读书，然后后面再重拾课本再来读书的话，这是真的是要非常有毅力的。然后其实嘛，把这个主路拢在不会甲非常的好啦。好，那我们第3位就邀请志文来跟我们讲一下，介绍你自己。我们知道志文也是媒体出身，对不对？以前是我们的前辈。所有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哈，我是林志文，我来自南区喜秋园里淳朴的庄头囡仔哈，所以我自细汉拢伫喜秋园里伫遐咧四界龙溜咧佚佗所以讲土生土长的庄头囡仔，所以自从我出外去读册一直伫外口打拼做工课。当然，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媒体记者。伫媒体记者，我带领过大概6、7年的时间哈。伫一个因缘际会时阵，我伫民进党政治前辈这个介绍之下哈，你来民进党启动部做执行长，前后当了3任6当的时间的执行长，所以讲志文无意中来搞这个政治口来做服务啦哈。之后咱东区咱的前党部主委蔡旺全议员以我延揽去辅助这秘书长了哈。继续帮忙他处理一些选民服务的工作。咱讲志文自从做新闻记者到政治圈这个期间拢一直在做选民的服务啦，所以前后的服务的时间大概超过将近快20年的时间所以讲非常有经验。因为目前嘛是咧甲议员协助处理一些选民的服务，所以不管是会刊还是讲调解的部分，还是讲跟政府各部门的一个协调沟通咱讲各单位志文都非常熟悉啦所以讲我在处理好案件的过程当中，这个达成率非常的高所以讲很多民众伊只要想到要服务会来找志文啦这个志文当然会来参选南区、安平区市员选举当然是因为乡亲的愿望啦跟咱政治前辈大力推荐所以讲我毅然决然就投入这场的初选啦当然包括咱前市长柯天才柯市长跟咱台中市长林佳龙林市长咱陈廷辉陈立委叶金叶立委跟我的老板蔡旺全蔡议员拢有咧给我鼓励啦，所以这个志文以新人之姿投入，当然新人比较苦战当然有过去累积的经验，希望会让用服务来争取到咱选民的认同啦所以讲志文一路下来，从南区的喜树国小南宁国中到台南二中，辅仁大学到成功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期间嘛担任过大学老师担任过来6、7年的时间，咱讲伫我的学有专长服务也很有经验啦所以讲这届新人参选非常激烈当然志文伫遮恳求咱所有咱的市民朋友，会当甲志文斗鼓励、斗支持基础来讲，志文嘛是这个社团法人台南市友善爱心协会理事长这个爱心协会是有很多的朋友也组成的而且成员有柳书歹书宜兴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有。我们这个爱心协会主要在做一些公益的工作，比如说奖励国小小朋友读书的部分，所以每一当3月份，我们都会开办申请，这个国小小朋友来申请奖助学金，志文温馨买到每一个学校去发放这个友善奖助学金，希望讲鼓励咱的囡仔大家认真读册，有读册，希望因未来有一个好的未来啦所以讲，我这个参选，希望讲会当用我的专业、用我的服务的经验来创造
创造大家幸福的好未来。感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志文哦。所以志文从媒体出身嘛，后面又当过这个民进党的执行长跟一些党务工作啦，吼，后边个对着这个议员来进行这个服务，所以吼对着这个这议员呢，他看起来就是这样觉得自己应该是很有把握、很拿手啦吼。好，那待会我们再来访问他哈。好，那就是在这个市检理事长这个部分哈，那咱家公立进前伫永华宫嘛哈，有来正式宣布说你要来竞选。对不对？啊，那你参选，你为什么这个参选？你的动机是啥物？这次我要参选这个市议员啦吼，人讲参选是一个人生非常大的决定啦。啊，因为我经历过着遐尼侪这个基层咱这个社团，咱这个团体，啊，我发现着讲，咱台南市，咱这各行各业，哦，因即个目前所遇到困难甲困境，咱商业会无一个。会当替因来出声甲发言。是。啊，而即次我要参选，我嘛有，因为我即次参选是伫咱永华宫来宣布。真侪人咧问讲吼，啊，你若要选安平区甲南区，是安怎你会去永华宫来宣布？永华宫伫中西区。永华宫伫中西区。对。因为一路来，咱受到圣王公的庇佑啦吼，啊，伊是我的信仰的一个中心的所在。这10几年来。受到伊的庇佑啦吼，伊是对我来讲，伊是我的信仰，而且我是专信。而即次要参选的时阵，我有伊个请示，嘛经过着因杯，所以咱才会安尼不自量力吼，啊想要出来尝试看看。啊，过去事业一路来，不管伫商业会也好，还是伫渔港也好，咱只要是对的，只要是应该争取的，咱从来毋捌互咱的权利就对啊吼旁落，咱一定。认真去为咱即个职务吼，来该做的代志，咱会认真去争取。啊，即次要参选，当然我希望讲提出我的诚意，甲提出我的即个理念，来争取到咱选民的认同。以上。哇，所以世杰吼，最后要参选的动机来讲，这商业会理事长了，你勤走基层，结果发现很多的事情吼，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帮你们发声来做解决嘛，所以你就说，我家己徛出来，会当来选。连刚要来替吼，咱这基层来发声的对啊。对。好，那志文，那你当初就是说，决定要选，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动机呢？其实我要参选哦，是付了很大的勇气啦吼。同我嘛跟太太讨论过，就是讲我伫做服务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疑难杂症啦。我刚刚讲，因为毕竟咱是一个幕僚的身份，不是议员的身份。如果咱有一个议员身份，我们要出的力可以出得更大。所以讲，曾经有一个网友吼，伫脸书给我留言啦，伊甲我讲吼，伊非常艰苦啦。伊讲是啊，咱地方台人无较好的就业机会，伊就爱走去到台北部吼来做这工课啦。因为所赚无济，就付房租、水电费嘛，存无偌济啦。伊我讲是毋是有机会，我来替伊争取未来更较好的工作机会啦。其实我看到这个留言，我实在感慨万千。我有讲哇，现在咱南部囡仔一定要走到北部上班啦。所以我参选，我跟太太讲，我参选希望会当替大家创造较多工作机会，帮年轻人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帮地方争取更多的发展。是。所以讲，我这届其实我一开始伫原力都成立的服务处啊，哈，所以一直在慢慢累积的能量。所以我前几天在12月23号成立洗漱总部，我从我的家乡洗漱出发了哈，希望讲会当解决掉洗漱管理这个所谓边陲地带的一个发展的问题。所以讲参选的动机很简单，希望讲会当替咱少年人增加更多的就业机会，希望会当替咱南区、安平区争取更较大的发展、更建设的方案。好。所以我那听起来吼，就是知影讲，志文感觉讲，我做幕僚可能较无力，家己来做议员，较有法度来替大家争取更较侪福利啦吼。好，那光哲呢？你参选的动机呢？我的动机其实真单纯，就是传承跟责任。那我2002年去台北，的情节，我是1999年319加入民进党。1999年3月19号。为什么特别选319？这个是当时是台南市长张灿凤，他当市长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少年人一个理想，就是迄个时阵淡水边
总统，伊要为着要拼2000年对，的总统，所以我就是一个充满理想、希望的少年家。啊，就因为我厝住伫个下南，住伫安徽街，所以当时迄个阿扁的即个总部，就设伫阮边仔健康路口，嘛是伫我即马服务处143号港牌啊的隔壁尔。我就是一个理想，我为着理想去伫台北。啊，我第一份工课，我就是去应征去做助理。但是我一个南部囡仔，也毋捌去住过台北，我嘛是足充满了理想佮勇气，我就去应征。但是我拄到真好的头家，佮理念足好的即个委员，甲我讲：啊，你袂晓要紧，无你对上基层的助理先去做。我嘛足欢喜的，我受到足侪咱的时代甲我栽培，啊，我去拄到一个真好，就是我的政治的导师，就是咱柯添在市长。啊，我伫政治上的文书，就是陈永兴医师。陈永兴医师，伊就是一路来，我伫立法院交伊熟悉，啊，伊栽培我、教育我，啊，指导我。啊，所以我伫即几冬，我就拢一直拢追随陈医师，倒位有需要人斗相共，啊，我做助理，啊，伊就甲我讲，啊，我就来配合伊。来甲真侪人，啊，陈医师伫咧伊退休进前，伊就是伫宜兰罗东圣母医院做院长，啊，伊就是为台湾的老人起第一间老人病院，啊，伊2冬的时间，啊，我嘛是为着要实现即个理想，我辞掉我的工课，啊，追随伊去帮伊斗起病院，啊，所以我是为着即个理想。啊，来参与这个工课，但是我的理想毕竟来甲我培育我、指导我的，因拢65岁啊，因拢爱退休啊，但是无人无一个人会当去为伊继续来协助因，为着这个理念继续行了。所以我嘛去看到迄个时阵，2014年太阳花学运，有真侪比我较少年、比我有理想的人冲去立法院。我迄时阵，我伫立法院时阵。我一半欢喜，啊嘛一半替因烦恼。我无名无利，陪因安尼去伫立法院，几若工无洗身躯。但是即个意义，互我讲，我的故乡嘛是足需要人照顾的。陈医师搁柯添在市长，因都即将要退休了，啊送来延续因的这个理念。所以我愿意倒来参选的原因，就是讲我要来甲打啦，因为我互栽培。我受到的教育，国家的栽培，是大人长辈的教育，我有需要把这个责任担落来，我有倒来参选，所以我倒来参选的理由，其实我就是把我12冬伫立法院学来，包括我伫政治大学学的行政，所以台南市以这个县市合并即将迈向第8年7冬外，咱有足侪地方的制度法、行政法有算。拢交过去已经无够大，台南市要合并，有够侪行政上、有算上的法令拢还无法度去实现，所以去实行。所以我会当炸着我爱上好的专长，所以柯添在立委伊就讲广州，啊你伫台北做遐尼久，无你嘛摕出来用，倒去你的故乡，为了咱的家己台南的府城乡亲，倒去拍拼。所以我较毅然决然、包括款款的，我倒来先参选代表、参选评委，我得到上咱党内的这个政治上的前辈肯定讲，其实我嘛是会当为我家己搁进一步，所以我毅然决然在去年，我的成立。其实我就先用我民报大台南服务处的这个。我就先下乡，就是说走访了我们的南区39个里，然后到最后合并这15个里，在网络的媒体世界上，我们可以去看到，我这2年，我不是就只有为了选举来做这些事，我陈永新医师讲，啊，你要为着选举时阵，你个人为这个社会做什么代志，你就是甲咱的好的，甲咱的歹的，讲互所有的人知影。啊，这个无够，你会当身体力行，你会当去做什么代志？
所以我还去做废电池的回收，用我家己去甲环保署一桶一桶的电池炸倒来台南，我去争取友善厕所，咱一个友善城市，咱的友善空间，这嘛是我的证件。咱的友善厕所，我一个一个去，甲咱的大庙发挥大庙的大爱精神，去甲争取咱的友善城市、咱的友善空间、咱的友善厕所。这就是我保养时啊，我点点滴滴所累积起来。我毋是为着选举而选举，我是为着要去实现栽培我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养成我的，来实现这个责任跟传承。多谢。好，咱接下来特别请教吼，咱在场3位啦吼，你们要参选的话，你们有自己的政见跟抱负，所以你们参选以后，要端出什么样的牛肉，你们什么样的政策呢？应该爱说明吼，咱的市民朋友来了解哦。咱首先就请这个世杰理事长来。咱台南市啦吼，目前咱要积极求取的这个地方。这个进步的所在有真侪层面啦吼。首先啦吼，咱是以民生福利第一，来做一个诉求。第一，咱要主张讲合作少年人会当安心成家生育的一代。第一，咱要提高这个生产的补助，第一梯2万，第二梯3万，第三梯5万。因为咱这个生育的补助，伫全国各县市内底，咱台南市是上低的。咱桃园市是3万，彰化县是3万，其他的县市2万、1万不等。第二点，咱3岁以下的幼儿，咱每一个月拢要补助伊3000块营养费用。第三点，咱公立的学校伊有一寡教室闲置的问题，咱希望讲伊会当来铺设这个幼儿园，来减少掉这个家长伊教育费用的负担。伫老人政策内底。咱知影老化是咱人生生命的一个必然的过程。照顾老人的方式有真多。过去由咱家庭的义务，现在转变成国家的责任。而咱台南市人口未来的老化趋势的计算会当发现，咱的青壮年每一个人平均爱负担2.2的长辈。南区甲安平区的数据嘛，无比别个区域较少。咱市府的财政搁较困难。这嘛袂使无去做啦吼，咱爱尽速来落实这个参照，提供老大人以完善的福利措施，以及着才会当互少年人无效个自由，会当全力来打拼。咱有3点的主张，第一，咱要催生着这个志工时间银行，这是由欧美来引进的一个制度。目前咱北北基甲宜兰嘛一定要启动啊，规划服务伫社会福利的机构。另行接受完整训练的专业长照的志工，会当伫咱家己有能力的时阵，咱来照顾到其他的老人，将这个服务的时数，咱来嵌伫咱的志工银行的账户内底。当咱未来有需要的时阵，咱食老的时阵，咱会当提领出来使用，互别人来照顾咱。如果咱也无需要，咱会当互咱的家人，也是互有需要的人来使用。而这个经费不足甲能力缺乏的这个时阵，安尼来做，会当实际帮助，甲永久来实施着这个措施，才会当真正落实咱台南市公益向善这个理想。第二点，咱的主张，咱要补助鼓励成立社区型的老人托孤的据点。咱南部人的观念较保守啦吼，一般的老大人，伊无希望入住这个安养院。当然，费用也毋是所有时势会当负担的，但日常照料。变成上班族的民众的家庭问题，咱应该就近伫这个社区的活动中心，无咱会当招揽到这个爱心的商家设备，你是咱托孤的据点，咱会当来甲补助啦吼，互社区会当就近有照顾的据点，提供适合年长者的课程，来鼓励因来参加，只要费用是较少的。咱这老大人，伊会愿意行出这个大门，来甲人群来接触，你是会当互相来做伴，来减缓掉这个老化带来身心的问题，嘛减轻掉一般民众经济负担甲伊的心理压力。第三点，咱要主张65岁以上老人的健保费减半，75岁以上全免。有真侪独居甲弱势的长者，伊真需要着健保
会提供的照顾，但每一个月健保费对咱来讲，会当讲非常大的负担啦吼。事实有当时伊家己都顾袂好啊，而且即仔目前弃养的个人会当讲非常的多啦吼。足侪县市伊嘛一定提供着这种的福利政策。咱台南市人口老化会当讲非常的严重，早就应该安尼做，袂当搁拖落去啊。当然，这个政策要有完善的排付条款，安尼才会当减轻到咱市政财务的负担。以上，感谢。好，所以刚才就是那个世姐她的政策，那我们现在来听听光哲你的政见呢？来，咱的多谢咱的主持人，搁再一届，互我这个机会。咱即届咱有去看到讲，咱要来参选这个议员，我相信我摕我家己的经验，我来交大家分享，就是讲第一，我要互甲大家市民报告，就是讲，咱台南市政府一档，咱的107年的预算，拢总有848亿，848亿，这是一个足大的数字，每一档咱伫咧教育的支出。是30亿，咱的社会福利的支出是11亿，所以咱所占的比例，我相信大家拢知影，这绝对是无够互咱的市民来所用的。我这有做一张简单的表，互大家来参考。第二，咱足了解就是讲，要做一个市员所爱具备上界无，咱爱去了解就是讲，咱有8个一级单位，佮18个机关的一级机关，咱这18个，佮这8个，咱的机关要安怎交中央政府来连接？咱有足侪咱的市民出去拢拄着讲要服务水电，路咱的公用设施，咱去牵涉着讲国有财产局无就台电的自来水这拢中央的，我地方政府无法度干涉。光做拄好有一个这方面的专长，所以我即届落来，我准备好的就是，我会当甲中央的经验摕倒来地方，我会当来做一个足好的串联，我嘛会当做一个足好的平台，所以我摕出来。所以咱即届的咱每一个议员，绝大部分政策都不会去偏离太多，所以我提了4个政策。那我这4个政策比较不一样的观点就是，第一个，我要串联聚落发展。我要安怎来串联聚落发展呢？我就是讲，我要甲咱这个旧聚落，就是我用手举就是讲甲咱安平分2位，有咱的安平路。正平搁倒平，就是5期的搁旧聚落，要安怎甲一个安平区旧的搁新的来甲伊去融合，去甲伊提升。因为平成讲来台湾400档的历史，就是对安平开始，嘛是咱世界上咱的这个安平才开始。但是咱成为一个大府城的这个一份子。所以，我要安怎去甲透过咱的少年人，透过咱的文创，透过咱的这个文化，提升咱的少年人的创业，咱的机会投入搁较济。第二，我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下林新商圈，就是讲我在地下哪人，我读行政法的，我有去看到一个樱花路，甲中西区、甲南区切开。这个是用行政法来治理。我讲有一个，咱平樱花路倒平搁正平，咱要会当做一条路相对面平，一边会当做民宿，另外一边就袂当做民宿。这实在是真无公平。咱有去看到讲，咱的点心档拢留伫咧海岸路，咱这个下林路遮暗时就较密实。上重要的有真侪原因，就是因为停车位，因为咱遮的这个政府的行政治理的问题，就是讲咱的遮敢有效的去甲运用，所以咱也会当比照像海岸路安尼，甲这个地下街当初要废掉的这个地下街来甲做停车场，伫咧阮下林周边，阮的这个客家会馆遮周边来想办法，来甲伊做一个这个
旅游观光就是国民旅游的中心，来甲咱的这个交通的问题，来借这个腹地，甲引进咱的外来客，这就是注入咱的活水，来，搁落来就是讲，咱的大南区，从细汉，阮拢知影平济会，从细汉拢知影讲体育公园，就是阮成长的这个所在。但是体育公园即马变这个棒球场较咧，其他的这个设施老旧，危险的危险，没有再度去利用的。我举一个最简单的，我们极限运动场，这是上届一少年家要去的所在，但是。今嘛连极限运动场也维护管理到使用率都很偏低。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活络整个大林区，把演唱会带进去，把体育项目带进去，把职棒的周边的这一些活动都带进去，我相信整个大林区就会再活过来。那我在谈的是乐活大盐城。那乐活大盐城呢，这个区域。咱南区老人会就设伫遐，咱有盐埕，啥号盐埕？因为盐埕的历史就是台湾第一盐，所以从日本时代来伫遮拍盐的这个拍盐这个馆，咱的文化局佮重新文资处重新去给它整理，包括很重要的盐埕有一个东车时柯添在市长伊所规划，咱赖清德市长甲起起来上足水的指标性呢。叫做盐城图书馆，你看到咱的图书馆，较早咱的盐埕，咱就是讲咱就是等于讲是一个读册人，无可能讲有无法度去提供更较好的所在。即马伫盐埕，包括可能喜球啊、园里，包括我住伫下那，我拢嘛会走去盐埕图书馆。咱看到啥政府的用心，所以咱要安怎活络，从台湾第一盐来文创，来。结合咱的历史来创造，这就是咱的盐埕乐活大盐埕。有老人，有少年人，有这的这个人潮，就是有人口红利，我们就会活络起来。那最后我谈的这一个悠游昆喜湾，那这个昆喜湾呢，我们很清楚的，就是昆孙喜树，跟这个湾里，它是整个海岸线的连结。如果可以找回当时我们小时候的小美军，然后把这一个我们所看到的黄金海岸，那当然我们这几年去看到了黄金海岸，因为南北堤的新建，然后一直在溃堤，一直在海岸线一直退缩，这就是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一个议员，你看到也是敢要看迄只黄金海岸迄只船。那120吨拢无去修护，加想讲要去修护来剪彩，以外你无看到的是，这个海岸线的问题一直退掉。湾里喜球啊，这百姓风台来时阵，要安怎去防治讲这个海潮倒灌？咱去看到的，我光者所看到的是人民财产性命为第一，这就是我的高度，跟我所学来的物件。所以这届。咱大家，咱的好酸林的这个见解，我想有很多都是还蛮大同小异的。可是我把重点，把我的视野告诉我们的选民，这一次你有不一样的选择。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谢谢。好，谢谢。和咱接下来听看纪文你的政见。非常感谢主持人哈。我想南区安平区合并之后，唯一的好处啦，就讲咱安平过去台南运河，也是讲咱黄金海湾、昆喜湾，拢是有足好的海洋资源啦，如何来开发这个海洋资源？是在遮我有一个未来我的建议来讲，我如果有机会做议员，我的建议是讲，台南运河两岸，也是讲咱昆喜湾靠近海的部分。由咱市政府来出钱，还是用来招商来设立很多的摊位，鼓励我们年轻人来驻店来走店面，来开创一些文创的一个东西啦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可以留住外来的观光客免得观光客来台南佚佗一天不会在台南留宿啦弄找一个用咧大桂梅是。
只有把观光客留在台南过夜，才可以增加更多的经济来源了哈。可以增加我们民众的来源的收入。所以讲，台南运河两边是不是以后当像高雄爱河赶快，好成为什么咖啡光廊啊、时代光廊都马进哈，这是要有我们观光旅游局、南文化局，好，咱所有的单位来探讨了哈。你要怎么去好好运用台南运河两边这么景致加水的这个运河的景观啦哈。当然我的故乡喜求湾里啊昆喜湾，这是我一直非常注重，在这个淳朴的渔村的征讨要如何去脱胎换骨啦哈。我希望讲未来昆喜湾咱的政府会当甲建设成为另一个小安平啦。因为昆喜湾、昆新、喜求湾里这三个所在拢是会当讲是先民来台吼的起源地，是足有历史的一个所在啦吼。嘛有足侪这大庙，拢头300-400年的历史，包括咱喜求万隆宫、啊咱湾里万年殿，啊甲咱昆新龙山寺啦吼。这三间大庙拢超过300-400年的历史，如何做个整套的一个轻旅行啊，把人潮带进这个淳朴一个古老的一个村庄啦哈。如果做文化的导览做轻旅行啊，像今摆湾喜球啊，湾的喜事集，也当讲是全国知名的哈，知名的一个景点哈。每到那边各类菜包、鱼包，也当讲是非常知名啦哈。所以讲我台北的同学嘛，给我敲电话讲，我儿子要3百鱼包啦，我讲哦这个都要排很长的队伍哈。所以我嘛是去排队。啊，甲家己台北湾同学一样哈，所以讲，喜球的喜事集啊，创造全国的知名度。啊，相信湾里还是昆新，因为它都有很多故事性可以去浏览的哈。那么要去写故事，当然这是我们以后未来咱的文化团队要去写每一个所在故事，把这个故事写较动人的故事。哦，像咱较早咱安平对上客对不对哈？金华那边。船长的故事，啊，所以讲，我是希望讲会当建立水漾商圈呐，哈，水漾商圈，这是我第一个政见啦，哈，希望咱的经纬当来推上这个水漾商圈的设立，鼓励咱的年轻朋友回来创业，来从事文创的工作，啊，把观光客留在台南过夜，啊，增加我们台南的经济的收入。第二点，我想老人是一个未来是一个老人化的社会啦，哈。大家拢非常关心咱的老人，所以讲志文对这个老人的福利嘛是非常的关心啦，吼。就是讲，咱了解讲咱65岁以上，咱台南的老人哦，伊的健保费哦嘛是拢交全额的吼，所以嘛是咱有市政府嘛提出讲65岁以上老人哦，健保费免缴啦，吼。啊，当然咱来看咱市政府的财政啦，吼，直接。我是希望讲，那个没有说不用免缴，可至少要减免啦，减轻我们老人家的医疗负担，因为老人较袂晓趁钱啊嘛吼，都是要靠咱的施舍啊，那个经济的资源啦哈，所以讲减轻老人在医疗资源的一个负担啦哈，所以我想这是咱政府的工作啦哈，我想政府是要照顾人民啊，这是咱担任一个议员啊，来督促政府。你绝对爱照顾咱的人民，不管是咱的囡仔还是老人，好，咱来政府爱用最大的资源来敢照顾。其次就是讲，我第三个政见，我是希望讲可以提高公托的比例啦。当然，拄啊咱视觉上嘛讲过哈，运用闲置的教室啦哈，来提升这个公托幼稚园的一个设立啦哈。因为我接过一个服务案件，也是有很多请托说啊，要来那个参加咱公托的抽签啦，哈，是不是可以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啊？老实说没有方法啦，因为大家是公开抽签嘛，啊，因为每个学校幼儿园的名额都不多啊，大概只有20-30个名额而已哈，所以因为公托的学费比较低一点，那私托当然一般的家庭负担会比较重，好，所以讲我们提升公托比例之余啦哈，那么是爱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法哈？来对咱的私托哦，来给他些许的补助啦哈，因为咱嘛是爱照顾这些私托业者啊，因为毕竟如果所有的小朋友都去上公托的幼儿园，那私托不就都要关门了嘛？真的哈，所以讲提升公托的比例
适度的补助师托的那个经费啦，希望讲咱的囡仔会当得到上好的照顾，伫学前教育容易课后辅导，咱的政府会当个这部分会当个照顾啦，所以讲，我希望讲咱水漾商圈的设立，甲老人65岁以上减免健保费的减免，个提升公托的比例，给师托适度的补助啦，这是我3大的一个大概政见，感谢大家，谢谢。所以拄则咱已经听到咱3位新人的议员参选人呢，伊对着咱整体大台南因做议员了后，他们的政见是怎么样？既然讲咱要选的是安平区甲南区嘛所以呢，针对着安平区甲南区这个部分可能咱在场3位呢，应该你要选这个区，你认为讲目前这个区呢有什么款的建设，或者是讲有什么样的可以改进的地方，你可以做得更好，你可以努力的。那我们先请教师姐。咱要做南区甲安平区的市议员啦咱必须要对你的选区内底有一个难度甲环境对。伫南区的部分啦咱主张这个立吹南山生命文化园区，活化南区再创新生。南区伊会紧邻着咱高雄的嘉鼎区，甲咱的仁德区、搁东区、搁中西区、搁安平区，伊有86线的快速道路，上南落北，会当讲非常的利便，所以伊的发展落后，这是无道理的啦但是因为咱现主是国民路这个殡仪馆，导致着咱这周遭的发展不易。咱这个南山公墓，讲要迁葬一定历届经过着足侪届市长，但是一直拢无法度做伊这嘛是会阻碍着南区的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这个选区的市议员应该专力来合作政府，来完成着这个目标。互当地的徛户甲殡葬业者会当争取的这个南山生命文化园区，来帮助因土地来清空，并完成规划兴建。相关的产业集中发展，才会当达到着伊的便民。而殡仪馆的土地，咱会当再投入到这个重划开发，互周遭的居民有希望会当追求到繁荣甲乐活这个环境，安尼南区规个动起来，伊的风貌才有机会转变，嘛才有可能再创这个新生的局面。第2点，咱要整顿这个老旧的公园，强化伊的设备，开发绿地，居住乐活。南区有真侪国体。甲伊的旧班舍，伊周围的公共设施，如公园啦移动环境老旧，设备嘛拢有大小的问题。咱每一个人是平等的，市府至少应该提供环境优美的设备，甲无疑的这个绿化空间。如果事件有机会，咱进入市议会，咱绝对会力争到底啦缺乏公园绿地的社区，咱嘛要争取经费来兴建，互老人、囡仔、妇女拢会当甲其他的区域共款，享有良好甲会当乐活的生活环境。第3，咱要争取到学校建设软体甲硬体的经费，就近入学，降低伊的负担。事隔这几年，伫南区咧出入，明显发现到南区现主是的国中小学啦伊的校舍建筑甲原台南市其他区域，伊是比较老少，严重影响到南区迄个学生的报到率、教学报到率，这是无公平的现象。家长每一天耗费时间啦送囡仔跨区就读，长期以来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咱认为，毋仅这个硬体的部分，咱来改进加强，软体的部分嘛是同款，争取经费，彻底来改善南区各中小的建筑甲设备。互南区的家庭会当得到公平、友善、便利的就学环境，这是咱袂当推卸责任啦伫安平的部分，咱要加速安平跨港大桥兴建，连外道路疏通拥塞。安平甲渔光岛进前伊是相接的，但是因为旧港的铁宽，旧港的旧港这个铁开。所以，伊暂时是中断的情况，造成咱的游客甲旅游交通相当的不便。
安平跨港大桥有非常强烈的兴建的理由，伊预算13亿，一定编列多年，市府应该加紧脚步来兴建，袂当搁拖落去啊！咱嘛要来改造安平渔港，专业国际港区，吸引客户挹注经济。30几年前的安平渔港，伊会当讲是门庭若市，一日3市。离咱在地渔船有300几只，而且出入，而且交易。但是因为咱周边无大型的制冰厂、甲冷冻厂，以及着咱加工的工厂的设备，所以致使着大型的渔船伊无要来挖港。安平渔港一定没落到根本在地一定无渔船啊，嘛无人去讨海啊。咱目前看到拢是外地渔船，咱要找回安平渔港过去的繁荣，咱必须要改善安平渔港的设备。成为充分普及条件的国际型的专业渔港。如果事件有机会会当进入市议会，这是我的专业知识，我一定合作市府来整合处理渔民、渔港、渔权的问题。安尼才会当顺势来重振着这个观光鱼市。要这个观光鱼市会当提悬着这个渔会的价格，互更多的渔船愿意来挖安平渔港。观光客嘛一定会增加。渔港甲观光渔市，才有可能长远的发展，达到着伊的双赢。咱嘛要规划完善渔市成为热点，结合高级定制旅游。安平观光渔市过去当开幕时非常轰动，但是尾仔惨败来收场。其实是行销策略出问题。事业本身对渔业一条龙的商业模式非常的了解，如何帮助渔民、渔贩，甚至吸引客源停留消费。这是我的专长，我相信将来进入市议会，拥有民众赋予予我的权利，我一定会当强力来监督市府，改善目前的惨状，互安平观光渔市会当像高雄紫瓜、蚵仔寮，安尼成为一个热点，互外地游客会当尽兴来西湾古迹，啊，搁来渔市来消费、来买渔货，互安平会当成为套装旅游、百馆不厌的好去处。安尼才会当解决着观光下滑的危机。安平，咱嘛要主张，这个安平民间大型的投资引进百货，欢迎相关。安平这几年靠拢是观光业，但因为伊的特色无够，所以安平港国家历史景区碍于这个房屋甲土地征收无容易的问题，无大幅度的建设，咱要来建议着政府啦吼，因为安平樱花路。有真侪土地是拢教育部甲咱市政府所拥有的，咱要来建议政府会当来降低租金，会当来提出着优惠的条件，咱来洽谈着大型的百货公司，是outlet来进场，安尼才会咱真正达到着咱强而有力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甲商业利益来造福在地民众。安平区大楼一栋起过一栋。代表着国家对咱安平未来发展甲潜力是有一个寄望的，这难道台南市政府看袂到吗？是毋是应该有积极的作为来回应着咱的百姓？咱嘛要来强力督促着这个渔港岛的开发案。渔港岛开发已经延宕多年，无进度。事件如果来当选，我会积极来监督咱的市府甲在地民众加强沟通，而兼顾着居住正义。甲这个自然景观的前提下，咱会打造一个会当长久留存的世外桃源，解决目前杂草丛生的问题，互渔港岛的居民甲外地的民众共享着这片世外桃源，达到着双赢。咱嘛要来主张着延伸着61线快速道路来到安平，接湾取直，南北畅通。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当行驶到台南市的7股区。其实安平交通若要疏解啦吼，真正会当考虑将61线接湾取直延伸到经过安平，然后搁来接到高雄。除了安平会当加一条路来出入之外，对于前往台南科技工业园区上班的民众，嘛会当讲是非常方便。这个建设并无困难，事件会强力要求市府来争取这个经费。以上，感谢。好，谢谢。好，所以这起事件针对这安平区跟南区基站建材的部分呢，一来补充说明啊。都假我们就是志文跟光泽这个部分其实对南区跟安平区也有讲到蛮多的。那我们还是请你再稍微补充一下，来，志文先。
感谢主持人吼，我想啦，就讲南区要发展啦吼，当然都要，咱来讲一个毒瘤啦吼，南山公墓啦，啊，用台湾机场，还是讲殡仪馆吼，我想这大家知所谓的4大毒瘤吼，阻碍南区的发展啦。啊，当然这个问题要来去处理吼，到时讲大家要同心协力啦吼。啊，不过另外我看到南区要发展的一个所在就是讲，伫永兴路两边的土地，啊，甲着未来，迄个民心路619号要开拓成为15米啊，两边的那个土地来讲，啊，目前都还是农地啦吼，伊地方都是农地。啊，永兴路两边甲未来要开辟成为15米的民心路619巷，15米的两边也都是农地，都是一个垂直的一个部分哈，都是广大的农地啦。啊，咱有思考讲，既然是农地，那农路需要这么大条吗？哦，永成路至少也在快30米了啊。民心路619巷有大概15米啊，再宽啊，农路根本不需要这么宽的道路啦。所以讲，顶届地震局来去求我办说明会时，啊，我出席，我来建议讲，你民心路619巷要开辟成15米道路之后，两边的道路的地目是不是也要通盘的检讨？看是要改成住宅区啊、商业区都没有关系嘛，哈。至于增值税，当然是增值税是百姓去那边嘛，哈，咱的地主去那边，啊，所以讲，你既然道路要开了，不管15米还是永成路的30米，两边的道路地目要通盘的检讨啦。通盘检讨之后，不用改成商业区，改成那个住宅区，才可以引进很多的人口到南区嘛，才有所谓的商业的活动、商业的收入嘛，南区才有可能会有新的活水进来啦。当然刚说的那4大毒瘤，那问题是要跟市长米那边去合作的部分啦。至于说在安平区，我想每到假日都是塞车很严重，那是大家知啊。所以讲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世界上也有提到的，讲如果将从渔光岛连接到一个南区四滚星这个跨海大桥，跟那个折嘛，因为这经费已经编好了，为什么不做？为什么要拖那么久？这个渔光岛连接到南区四滚星这个给它做好，可以有效解决这个交通阻塞的问题啦。然后我想外来的观光客从这条跨海大桥，从嘉滚星路接滨海路接贝尔拉，就可以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县市了哈。所以这条跨海大桥非常重要啊！如果政府有机会，冻霜议员绝对跟那个推上，已经完成这个大桥的一个跟个完成哈。我想对的。每到假日啦安平塞车的问题，到底可以有效的解决啦哈。那当然也可以带动两边周遭的一个经济的活动啊。如果这个桥建了之后，没关系，要进安平还是要出安平啊？我想都会有停留休息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经济的交易行为嘛哈，可以增加我们南区啊或者是安平区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经济的收入啦。其次的讲，我都所提到的，如果将昆喜湾将盐城甲大拿这都是非常靠历史的部落啦哈，要甲因串联，要甲因每一个所在写这个故事吸引外来的观光客来家做轻旅行啊，骑咱的 T bike 可以做深度的大几工啊，大几工啊，世界行看看，吃个我们道地的一个小吃啊增加我们。老实说，这个才可以增加人民的收入啦。所以我都在讲，就讲道路开了之后，两边的土地永成路和民心路619巷，你要做通盘的这个检讨地目的变更检讨才可以引进所谓的大的商城啊，大的住宅进来啊，人进来之后有人潮才有钱潮嘛，所以讲我看是这部分呐。所以讲希望讲有机会会当来做这工作，把咱南区、安平区来增加更多的经济活动让人民有更多的收入啦以上，感谢。好，那我们最后就请光泽来补充说明一下，你对。好，谢谢。我这张表语内底讲啊真清楚，投资少年人才是国家，才是投资国家的未来。投资少年人，才是投资国家的未来。那我上重要就是讲，咱的国家，咱的少年人，即马因为咱的低收，咱的收入
少年家去会薪水，咱的低薪的家庭，尤其伫南部愈来愈严重。所以我当选议员，我就是用我的专长，我甲连接咱中央政府有的这些资源，包括咱的教育部、劳动部，咱的专长，咱的职业发展，有足侪是大人无法度去栽培囡仔，即马足侪拢已经去用助学贷款啊。那你要安怎来解决？咱的囡仔也要来努力，要来拍拼，要来成就政府的资源，要安怎来？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但是咧，咱嘛拢无一个对口单位，咱的即马用一个会来要来争取咱的资源，所以投资少年人，咱的政府就像题目讲的，咱的政府会当做啥？我呼吁赶紧成立青年发展事务局，咱用局处有编制、有人员、有预算，咱成立青年的发展基金，用上界实际的物件来帮助咱的少年人。这才是上实际。我来最后来个补充一个，咱市政府做无够，就是讲咱理事长搁朱文祥拢有去讲到，就是幼儿园的代志。因为我一个少年爸爸的新手爸爸的感想，其实我拄则嘛拢一直有咧参考来分享来讲，咱的公托幼儿园，因为咱政府的编制、咱的行政、咱的预算无法度。咱拢希望讲，咱的公托、咱的私托会当比照公托。我真欢喜，我第一个礼拜外前，我有看到赖清德院长伊呼吁，伊有想要去做，就是要甲私托比照公托的这个价钱。但是咧，我长时间对于这个教育政策，对于幼儿去教育，我去发展，我去甲看。其实咱中央政府、咱教育部，咱即马现单无。即马在咧执行的，就是非营利幼儿园。咱的非营利幼儿园，即马咱的台南市政府，其实咱会当用中央的资源，赶紧的，伫咱的前瞻计划来去解套，来去甲执行。当务之急，就是先来解决，唔通讲等这个中央政府搁要来实现这个小孩子的教育不能等，家长的荷包也一直流啊。对吧？你等这个政策要来编预算，他绝对没有办法用特别的预算来为这咱的新生儿、咱的幼儿去做这个预算上的补助啊。所以，咱即马咱政府现有的非营利幼儿园，咱台南市政府，咱就赶紧来做。我明年当选，我嘛赶紧的来伫这块来大力的来甲支持，来甲推上，解决即马的眼前的。才是上重要的，谢谢。好，谢谢。所以咱今仔日吼，咱的观众朋友呢，你嘛有听到吼，咱在场3位吼，咱的新的议员参选人呢，因的政见抱负甲因的理念哦，爱当提供互大家做参考。那么后续呢，咱的陆续邀请到吼，其他各位来参选的吼，这个新人参选议员的候选人哦，到节目当中。那今仔日在此呢，来感谢吼，咱3位到现场的哦，这个参选人，那我们谢谢郑光哲，谢谢。好，也谢谢林世杰，谢谢，还有谢谢林志文，谢谢。荷兰启明形象这波内的底加各级段落，我是秦碧纯，咱再会。